經屋嘅置換制度，其實而家政府諗住點樣做呢？即係幾時可以落實？確實以前有好多大嘅家庭就咁樣申請咗一個一房單位住咗落去，跟住生咗小朋友，再更大嘅家庭，咁點樣去幫到佢哋？第二嘅就係話，我哋經常講嘅一人申請人，可唔可以申請兩房單位，支持佢哋家庭發展啊？佢哋打算結婚生小朋友嘅，佢哋有個更好嘅預算。經屋未來嘅一啲恆常申請、定期申請，同埋經屋定價上面嘅一啲考量，呢啲一系列嘅工作係咪一併考慮，然後一次過去優化我哋經屋嘅一個申請制度呢？咁比較重視一個就係夾屋嘅價格。剛才李靜議員提到經屋嘅價格啦，我都會比較關注嘅。譬如以經屋而家3000幾蚊呢個嘅價格，確實嚟講已經好接近市場。我喺立法會都好希望政府能夠有一個比較合理，能夠可以俾到居民承擔嘅價格。點樣能夠去檢視而家經屋同夾屋嘅嗰個合理嘅價格？上屆政府呢係暫停咗部分經屋項目嘅建造計劃，夾屋方面呢係僅以先導計劃方式嚟興建250個單位。政府會唔會對2年公佈嘅澳門居住用途房屋政策研究啟動呢個檢討嘅工作？咁本屆政府對於房屋政策呢係有咩新嘅構思？會唔會係依然係遵循5階梯房屋嘅政策？李靜儀議員提到嘅就係有關於經屋嗰個置換制度嘅進度。咁我諗我哋而家係做緊一啲前期嘅研究啦。咁所以頭先李議員提到嘅一啲有關嘅考慮嘅因素呢，都係我哋研究嘅範圍裏邊。李振宇議員提到房屋政策嘅檢討，而家呢一屆政府我哋會做有關嘅檢討，但係我哋由就任至到而家只係4個月多啲。我諗喺呢度我哋講唔到一啲實質嘅一啲措施出嚟，但係相關嘅研究工作我哋係做咗嘅。至於經屋嘅定價嘅話呢，我哋一定會考慮返市場嘅因素咧，特別係未來嘅一啲新嘅公屋呢，佢已經去咗投資屬性嘅，咁我諗我哋會睇返實際嘅情況呢，去做有關嘅考慮。